哋今日讀係咩書啊？彩虹是什麼？係啦，彩虹是什麼？睇下先，4個小朋友喎，睇下先。今天是一個晴朗的大熱天，科學寶寶們，我都想會有第二天。好快就到啦。科學寶寶們決定在花園玩水管，清涼一下。點解佢哋玩水管？因為佢哋覺得好熱啊，所以決定玩水。你夏天好熱大熱天嘅時候，你都玩水㗎，係咪？係又出面好。係啊，佢哋都係啦。跟住你買啲波波，跟住放落去，跟住同我玩。好啊 ，OK。噴灑出的水霧中出現了彩虹，哇！就像變魔術一樣。哇，看啊！艾拉說：哇！一噴出嚟，點解會出現彩虹嘅？紅色紅。好啦，彤彤你睇下咩色？幫我睇下。紅色、橙色、黃色、綠色、藍色、紫色、灰色、定色。我們一起來替所有的顏色取名字吧。你能幫助科學寶寶從右圖中找出彩虹的7個顏色嗎？彤彤，你揾下，你數下，揾7個顏色。紅、黃、綠、藍、定紫，呢個係定藍定紫。定紫。係啦。突然間，太陽被雲遮住了，彩虹也消失了。邊個係消失嘅字啊？彩虹也消失了，講出消失嘅字。係啊，消失了。哦，點解嘅？等等，賽博說：太陽又出來了。彤彤讀呢度咧，彤彤你讀呢度。等等來，太陽。呢個字，呢個字。你們看。米亞說呢個咧？米亞說。就今次就咁讀。彩虹。有。呢個咧？回來。彩虹又回來了。做咩？你又俾蚊咬咩？你叫你唔好出去㗎啦。好啦，呢個艾拉說是光製造出彩虹啊！你又讀啊？是光製造 make 嘅意思啊，製造出彩虹。係啊，你俾蚊咬啊？你搞咩？你有冇點點？係我叫你唔好出去㗎啦，我叫咗你唔好出去㗎啦。一出去就即刻咬㗎啦，佢黐晒喺門口嗰度嘛。OK， 可以啦，我哋繼續讀啊。嚟 ，come on，睇住啦。沒錯，賽博說彩虹是用光，彤彤你話光。彩虹是用光。呢個咧？和水製造的出來的各種的光線組成了呢個先，呢3個字你識？太陽光。係啦，太陽光。點解會有點點嘅？係啊，因為你俾蚊咬啦。點解蚊咬會有點點？係啊，我哋身體對佢哋嘅口水過敏咯。我哋睇下呢版先。當光線經過水或玻璃時，它們會彎曲。賽博解釋，每一條光線彎曲的程度不同，所以它們會分開來，就成為彩虹的每種顏色啦。原來係咁喎，彤彤。這時候天空下起雨來，大家趕緊跑進屋裏。來做實驗吧，米亞說。我哋做咩實驗啊？科學家實驗啊！嗱，睇下先。米亞在一張白紙上面放一杯水，然之後佢用電筒咧，佢用手電筒往水杯照。原來咧，將一杯水擺喺張白紙做，跟住閂燈，
然之後咧就可以用電筒咧照出彩虹㗎。我都要。我哋家人試下，你睇呢個看啊，有一個迷你彩虹。我可以呢個先有。點解會有一個橫嘅？看啊，呢個語氣嘅輔助詞、輔助符號。希然大家奧斯卡大喊，看看外面，我哋讀緊書㗎，看看外面，同到你讀呢句啊。大雨橫呢個咧，我隻手指讀啊。係啦，但是雙太我唔知道太陽也呢個咧肉出來了。現在這個咁都有彩虹。現在這個就是我覺得太少，剛剛好的彩虹。現在這個就是我覺得大小剛剛好的彩虹。艾拉說：呢個咧，彤彤認下，真望字啊，你望字啊。呢個咧，漂亮，真漂亮。米亞笑着說，而且我們現在知道彩虹是怎麼形成的了。你知道彩虹點樣形成嘛？點解會有係啊，係啊。點解你知道彩虹形成嘛？我哋唔講呢個住。你知道彩虹點樣形成嘛？呢本書嘅主角咧係講彩虹㗎，佢會教你啦點樣可以捕捉到個彩虹啦，喺呢種畫紙上面嘅喎。你想唔想試下做啊？想唔想啊？好啊，等佢陣間我哋屋企冇咁光嘅時候，你又試下啦。咁我再講多次啦，當光線咧經過水或者玻璃都可以嘅，水或者玻璃啦，佢哋會彎曲啦。然之後每一個光線彎曲嘅一個程度都唔同啊，所以佢哋就會分開，形成咗彩虹嘅每一個顏色啦。點解光同水會有嘅？水會將光線咧，佢會扭曲咗啦，咁就將佢哋唔同嘅波長分開咗，就會形成咗唔同嘅顏色啦。彩虹。我哋落翻嚟啦。第一個彩虹。係啊，你最中意嘅彩虹係咩？